那个赵子龙还真缺少点血性，毕竟是他亲爹亲娘，就算再胆小怕事，哪怕挨哭几声也好啊。没想到他却如此平静。你错了，你是没看到他拳头往下滴血的那一幕，滴血的是拳头，可他的心又何尝没在滴血？ 不行，我不能让你冒险，这样根本于事无补，只能白白丢了性命。你以为我会像你那么懦弱吗？你可以不把你爹娘当回事，但是我要当回事。毕竟他是我的师父、师母，对我有教导之恩。就算丢了性命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哥，豁了命，就是英雄吗？就算你搭了性命，又能怎么样？ 他们生前的愿望，就是希望我们3个能活下来，干一番有意义的事儿。你别再为你的懦弱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了。师父、师母的灵位就摆在这儿呢，你却大义凛然地说出这么多道理来，你不觉得自己不孝和惭愧吗？如果他们被贼人挫骨扬灰了，你自己心里过得了这道坎吗？我不管你在想什么，反正我心里过不了这道坎儿。哥。 石燕，你在这里等着，我出去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小姐，你去哪里呀？我陪你去吧。不用，我自己去比较好。哎呀，我说你能不能冷静一点啊？咱们仨从小一块儿长大，子龙是那种胆小怕事的人吗？他不是。是他以前不胆小怕事，可现在呢，怕事怕到死，说什么嫌我多余，你说这是他说的话吗？不是，那他不是在生气吗？别说了，我不想听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。 你回来啦？买酒做什么？好了，赶紧把这坛酒给赵子龙送去吧。他现在心情极差，喝了酒会不会发疯啊？我呀，倒是盼着他发酒疯呢，可是就怕他不发。子龙，来，快歇会儿，看看我给你们带什么好吃的了。来，张大口，哎，这人呐，生下来要担负起责任，生在帝王之家要担负起江山社稷，生在咱们平常百姓的人家呢，就要为全家老小衣食奔波了。
你我父子恐怕这一生就要为这2柄剑奔波了。孩儿心里好苦。我从门缝里看见他好像吐血了。啊，这就好，这就好。他都吐血了，你怎么还叫好啊？这你就不知道了。有些人遇到痛苦难解的事情，不哭不闹不发脾气，气息就会始终压在心底，迟早会心神俱伤，肝脏受损。如果能吐出淤血，打开腔肺，未尝不是好事。这吐血倒是件好事啊。是啊，对赵子龙这种至情至性的人来说，确实是好事，非常好的事。小姐，这认识还不到2个时辰的人，就能看出来他是至情至性的人。看来小姐对他还真是用心观察呢。其一，他是我爹和高泽要追查的人；其二，他是常山真定人口中的铁面侠；其三，咱们又迫不得已的住在他家里，时时得跟他接触，所以从哪儿说都得仔细观察他呀。将军，赵安之子心里应该明白，这帮山贼一定会取他性命的。你说，他会不会心里胆怯，硬下心来就是不肯露面？有这种可能啊。不过大可以放心，这帮山贼还有个杀手锏。哦。啊，曹变写着上次搭救的少女已被我们捉回，如果到未时还未出现，你的父母不但被挫骨扬灰，这小女子还得陪着我们三寨主送葬。子龙，子龙，你醒醒啊！子龙，喂，子龙，子龙，你快醒醒，快醒醒！喂，我哥不见了。否则会一直鞭打他父母的尸首，直到他出现为止。小姐，这帮山贼也太可恶了吧！鞭尸，我只是平时在书里看过，这么狠毒的事儿，他们也做得出来。贼，就是贼。
青衣姑娘，子龙有一事相求。听见了吧？我说他肯定得找我们帮忙，说对了吧？这么危险的事情，我俩凭什么要帮你啊？就是嘛，你欠我们的刀剑、细软、马匹、酒钱，还都无力偿还呢。这又让我们帮你，有什么好处啊？债不愁多，如果我活着，我还能还给你；如果我死了，彻底破灭了。嘿，这欠债的倒神气上了，居然还要要挟人。我是觉得二位有武功和胆识，我才请你们相助。如果二位只会一味的刁蛮，想帮我，我也不需要。嘿，你这人也太过分了！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是县太爷还是土财主啊？我什么都不是，可二位的风餐露宿，是我做到的。你以为这个破地方谁非得要来啊？好了，不跟你做口舌之争了，想让我们帮忙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你得先叫声好听的，比如姐姐什么的。赵子龙，你敢喊我这个，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。只要我能活着回来，再教训也不迟。我一定得好好揍他一顿。小姐，他说什么让你这么生气啊？他刚才骂我老，还喊我婆婆，这还不容易？他交代的事儿，咱们不帮他就是了，让他直接被山贼杀死，这才解气。那不行，不能这么容易就放过他。等到我把我心中的这口恶气全部出尽之后，他才能死。不管师傅他承不承认他是我的师叔，经过这段日子的相处，在我眼里，他是个忠诚厚道的长辈。我此行赵家庄吉凶难料，所以我把青钢剑相图，信里说得非常明白。这飞燕师妹，请务必交给师傅。赵宇，拜谢了。师兄，你太见外了。如果我侥幸生还，此剑不再拿回。哎，爹，你明知道子龙此行异常危险，为何还要？人只有遇到大的磨难，才能体现出心里的智慧和坚韧。我就是要看看子龙，到底能不能配得上这柄青钢剑。子龙，子龙，外面的马也不见了，剑也不在了，我哥他肯定是去赵家庄了。他怎么可以这么鲁莽？把他给我拿下！爹，
娘，咱们一家子苦苦的守护金刚剑，为的就是不让他落入国贼董卓的手里，用他匡扶正义，惩奸除恶。如今再躲的话，燕城就会因此丧命。爹，娘，这一回，孩儿不能再躲了。走！老子早就知道你会偷袭，山贼、狗贼，你们就是一帮畜生！骂得好，骂得好！什么东西？给我打，往死里打！拿去，是。走。大哥，他不会就是赵安之子吧？这么容易被抓到，怎么会是赵安之子？不过有了这个小虾米，大鱼还会圆吗？嗯？集合了，快回来，回来！集合，快！大哥，这时辰该差不多了吧？准备掘坟。准备掘坟。是。都别动！放他过来！铁面侠，你终于出现了。哟，这次没戴铁面罩，怎么戴了个这个？戴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一份大礼要送给你们。杜绝，把你的人撤开半个时辰，我便饶他不死。不能撤！高将军，早就料，
你们会着了这小子的道，所以派我来协助。哼，还有这么好心？你们全都撤，不然我杀了他！妄想！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害死我兄弟？那是你兄弟，又不是我兄弟。你刘强！咱们帮帮他，这口气我还没出够，让他再受会准。高人就还是认你宰哥的性命吗？是多看点的老巢，这样不义我，不知好歹的东西！今天就先把好。啊！别这样，没事，没事。咱再不帮他，他就死定了。好吧。赵子龙！子龙，你看我如何？别说了，我们先走。快去抓住那两个人！都别动，都别动！别动！谁敢动一步，老子就杀了他！
别动，别动，走走。放开那位姑娘，要不然谁也活不成。你小子跟我讲条件，你可以不答应我。杜鹃，你不想你的弟兄一块陪葬吗？铁面侠，别乱来！你答应他的条件，放人！快放人！你想死？放人！好，我数1、2、3，咱俩同时放。严城，带他们走。我不走，兄弟情胜似于共。好。1、2、3。你走！死回头！你们要干嘛？当然是把他押回山寨，千刀万剐，为我三弟报仇。不行，这小子身上还有秘密，现在还不能死，必须先把他带回信阳。放你娘个屁！这2个人，我今天必须带走。无论如何，今天你是带不走的。他娘的，10年了，没有任何一个冠军敢对老子动刀子。就你们几个虾兵蟹将，弄死你们就像捏死几只蚂蚁一样。你以为我怕你？想要吃掉我们？哼，那你就试试看。都怪我鲁莽，是我连累了你。你我情同手足。这世上最痛苦的事，莫过于看着自己的亲人一个一个的离开。当初爹和娘为护剑而死，让我知道了我的责任有多大。可如今我已无力顾及，只能到九泉下给爹娘谢罪了。子龙，那你还有很多愿望没有实现。人生有很多大愿，但并不是什么都可以如愿。我虽把金刚剑托付给了师父，但最终也没能相认。生于斯，长于斯。能够同我的兄弟在家乡长眠于此，死而无憾了。大哥，大哥，暗箭伤人，兄弟们，杀！
走，大哥。 今天本官的任务不是剿匪，带着你的人赶紧走。只要本官还在，你就休想染指真定县。姓高的，知道你硬，没想到你他娘的比土匪还硬！今天我认栽了，我虎牙山。 有兄弟3000，来日我一定前去府衙，登门拜访。兄弟们，我们走！兄弟们，撤！姓高的，你这条命给我留好了。我随时等着你。嗯。 咱们君子约定，此刻我当然不便取你性命，但你这个同伴，我得用他系刀了。那我看看，你有没有这个本事？子龙，小心啊！这个赵子龙真是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，他哪里会是高泽的对手呢？不出10招就必败无疑。就是啊，他刚才明明有脱身的机会，为什么又不走？子龙，小心！是我。子龙，用剑护身，保护柳慎。好。李全，你终于现身了。
倚天剑、青钢剑终于同时现身了。高泽啊，高泽，我也曾和你爹前车骑将军高寻同朝为官过，深知你爹为人忠正，一生素有贤名。没想到他的儿子却自甘堕落，与国贼董卓同流合污，沆瀣一气。如果你爹泉下有知，岂不索去你这个逆子之命？依辈分，我确实应该尊称你一声叔父。好吧，一会儿动手时，我不取你性命便是。既然劝不动，那我只好带你爹清理你这个逆子。好剑，不愧是大汉护国神器，绝世好剑。但是李叔当过御林军校尉，武功早就名震洛阳。如果我跟你单打独斗，只怕是小看了你。我李靖前辈，那我就先让温侯一手调教出来的4大高手先会会你。来。4只毛爪子少了些吧？我倚天剑又何必出鞘？来吧，你们俩看好了，看师叔是如何杀贼的。这个李全真是厉害，剑还没出鞘就能应付自如，而且身形飘渺。这哪里像是在打斗吗？分明是在教授徒弟，给他们示范呢。李全的武功这么高，为什么赵子龙的武功却稀松平常呢？哎呀，子龙这不是刚刚才跟师叔学武功吗？你们几个站起来！七星阵，上！师叔这是向我示范招数，教我如何实战。盾牌里有磁石。高泽，
你真是卑鄙，不择手段，真是玷污了你爹一世英名。上盾阵，打开！上盾阵！是。上盾！别杀了他！师叔，师叔，你没事吧？双剑合璧。师叔。 高泽，高泽，我念在曾跟你爹同朝为官过，今天就放了你，快带你的人走。杀了我一了百了，否则来日我定加倍奉还，到时可不会给你留后路。既然放了你，何须考虑以后？我今天功亏一篑，并非我计划失当，是你们仰仗宝剑之力。这2柄剑我是要定了，你们现在反悔还来得及，否则休怪我无情。你还逞什么能啊？你已经手下败将了。我只是兑现我的承诺而已，而你言语相激，你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你我2人独斗，如果我输了，就立刻带人回洛阳，永不再骚扰真定百姓。即便董太师再想派人来，我一定设法阻拦，不让太师的人再入常山一步。这话听着还稍稍顺耳一些。如果你赢了呢？如果我侥幸赢了，就让我带走一柄宝剑，也好向太师交差。高泽啊，高泽，你武功是不错，诡计更是多端，真是可惜，这么甘心给国贼董卓当奴仆。你不用在此教训我，是好是歹，我心里有数。赵子龙，你肯不肯跟我独斗？子龙，你疯了吗？你可不能去，你要把青钢剑交给他，师傅那儿就交代不了了。我想试一试。师叔，你信我吗？子龙，既然你已经决定的事，我想自然有你的道理。子龙啊，你跟我来。大哥，我们已经走了快1天了，咱们是不是晚上到常山真定歇息一下？现在平原县的百姓嗷嗷待哺，我等要快点回去，早回去1天，就少死些人。饿了就吃口干粮，渴了喝点冷水，不碍事，连夜赶路吧。据公孙太守说，倚天剑、青钢剑都在常山真定，要不我们兄弟3人也留下来暗中寻觅一番。报！平原县县尉刘备跟他的2个结义兄弟押着粮草进入了常山郡境内，未知他们有什么企图。退下吧。是，诺。将军，这个刘备几年前在幽燕之地协助过我家主公，多次跟黄巾军作战，颇有战功，还是很厉害的。据探子禀报，我们派往幽州的高手，大部分是被刘备3兄弟所杀。就是不知道他们这次来到常山郡附近，是不是也一统倚天剑和青钢剑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就又多了一个劲敌啊！兵贵神速，不管他们是什么企图，咱们得迅速把倚天剑、青钢剑拿到手。我明白您的意思，但是要是你跟他们决战的话，我还是给你留点人吧。如果他们要杀我，早就杀了，不用担心。你们在2里之外等我，
没有命令不准过来。是。上次伯贵兄提及此事时，我也有诸多感慨。你想，这高祖之所以能够赢得天下，不只是这天剑，而是他的约法三章。连降卒都不愿意杀害，更何况黎民百姓？光武皇帝能平定天下，他靠的也不只是这青钢剑之功，最主要的是他施行仁义之事。你想，国赋税，护百姓，我们要向他们学习这种施行仁义之事。这样一来，像什么青钢剑、倚天剑这些护国神器，就会聚集到我等身边。大哥所言极是。现在常山真殿肯定聚集了多方势力，为了避免麻烦，要不我们绕到另外一条官道上，全力行进。好，向东折行。赵子龙，我们开始吧。子龙，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。明白。你就用青钢剑，我用这把普通剑就行了。这样多不公平！难道你也要用普通剑吗？青钢剑借给你用。子龙，举剑。今天我要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师叔，不要急，否则没有伤到别人，先害了自己。狂妄小儿，小蠢可笑！天的招数千变万化，不用拘泥一格，但他的招数你要牢牢记住，慢慢也要把它领。意欲剑、气曲剑、心无剑、拈指为剑。爹，我记住了。为了看重剑，毁掉自己，这是用剑的最大失误。高则乍拿到青钢剑，也会心心而气躁，定然重剑而轻敌，自己制约住了自己，原有的反而发挥不了80%。
你们两个千万别出声，在这里等着我。喂，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呀？那么神神秘秘的。哎呀，不都和你说了吗？以后再和你讲，别问了。我不会在手下留情。小子，看剑！子龙，高泽，我饶你3次不死，认输吧。你为何没有受伤？你武功也逊于我，为何我却输了？看来是天意，不让我赢。你赢了。我高泽说到做到，待2日把县衙的事情交接完毕，立刻带人回京。即使豁出性命，也会阻止太师再派人到常山。那希望你还有你爹的几分血性，说到做到。纵然你胸口有灵牌护着，方才我刺向你的喉咙，你为何不闪？难道你料到我的手腕会抖，剑尖会地？难道你真存了同归于尽之心？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不便相告。告辞。师叔，小心。子龙，你今天跟脱胎换骨一样，功夫大涨了，居然把高泽给打败了。天助和侥幸，有师叔的点悟，还有高泽拿到青钢剑以后不知所措的焦虑，还有我从阴虎相斗中领悟到的招数，更有青衣姑娘一句很重要的提醒。你可别胡说啊！
我可没有提醒你什么，也没见师叔点悟你什么呀。这一子是考虑生呢，还是死？是考虑惨胜呢，还是败中求胜？这个师叔定夺，先求死，未必死。或许置之死地而后生。生死胜败一瞬之间，以不变应万变，或许生机陡现。我爹曾经说过，败者先败于己，后败于他。只要意念不动，生机突现。意欲其心驱其，心无其拈指为其。师叔，我懂了。子龙，切记其法心得。好。柳深啊，柳深，你这个榆木疙瘩脑袋想不明白。子龙他从小就跟我师兄学过这些剑招，只是他还没有完全融会贯通，还没有真正明白这些剑术的精要。我以下棋为名，处处提醒他如何超越剑招，人剑合一。用剑的至高境界，就是心中无剑。这也是我敢把青钢剑借给高泽的一个理由。高泽拿到他朝思暮想的青钢剑，欣喜若狂，自然而然过分的依赖宝剑，从而忘了他本身的武功招数。而我暂时的忘掉了倚天剑的锋利，自然流畅的使用我从阴虎相斗中领悟到的怪招。这些招数高泽前所未见，种种因素加在一起，此消彼长，这样斗下来，高泽占不到任何便宜。虽然高泽口口声声说他会阻止董卓再派人来索剑，但我还是觉得你把你爹娘的尸骨另葬别处，以防万一。明白。其实啊，我早就料到董卓的人会出此阴招。早在1个月前，我就把你爹娘的尸骨还有坟头向正西挪了20步。当然了，那些山贼也没有真正挖坟。要是真挖了，他们也挖不到的。怪不得师叔这么有把握。师叔，你明明知道山贼挖的不是师傅和师娘的遗骨，你还不告诉我们，你可把我和子龙害惨了。人只有遇到真正的磨难，才能体现出心里的智慧。我就是要看看你们如何去应付这些磨难。高将军，怎么了？我忘了一件事情，你去告诉赵子龙，赵安夫妇的坟移了位置，快去。诺。去。那我们去挪坟吧。等一下。高泽将军让我来转告诸位，赵安夫妇真正的埋骨之处，现在坟头正东20步的地方。早在3天前，高将军就在山贼之前，已将坟头和木牌移了位置。告辞。去。1个月前，将坟头和墓碑往西挪了20步，可前几天呢，高泽又阴差阳错的将墓碑往东移了20步，偏偏又移回了原来的位置。幸亏山贼今天没有真正的挖坟，万幸，真是万幸。尽管坟头是新土，我丝毫没有察觉到位置有变化，且荆州者恰恰回到了原来的地方。看来这个高泽良心未泯。看来这个高泽还有他爹一点忠义之风。他本来可以射中我胸口，最后只射中了我的腿。
因此看来，他并非有意要取我的性命。小姐，晴儿，刚才你那么好心的把剑借给高泽，可着实把我给震惊了。原来你处处都有打算。小姐，咱们可真是多事儿了，白替人家担心了。就算你不把高泽的弱点告诉他，人家也败不了。就你多嘴！哎，我说你们两个啊，上来就神神秘秘的，要不然就是蒙着面，要不然就是知道高泽的弱点。你们两个到底什么来历啊？对，你们两个人，难道也是图谋良柄神剑吗？呸！好心当成驴肝肺，过河拆桥，忘恩负义。你快说！哎，严城，别说了，我这不是担心吗？哎，跟你们在一起真是没趣。赶紧赔了我们的马匹、刀剑和银子，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们了。对，赶紧赔钱，赔钱！主要是你，你负责来赔。可我没有钱。要不你把你的剑押给我们吧？这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严城，别说了，又不是我把他的马赶到山涧的。别说了。两位小姐，那柄剑……只言随便一句玩笑话，他把你给吓的。切，谁稀罕你那柄破剑啊？哼，在本小姐眼里，一文都不值。那你们要什么啊？这样吧，把你们住的地方押给我们吧。啊？这个主意倒不错。把房子押给我，我暂时就变成了房子的主人。哪天如果本小姐不高兴了，就能把你们撵出去。这都能被你们想到，也太狠了吧！行不行吧？赶紧说句准的话。那给你们押3个月。